係水務署嘅高級工程師林俊毅。2025年係東江水供港60週年，我非常榮幸有機會可以參與籌劃一系列嘅紀念活動，當中就包括咗喺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嘅一脈相連飲水思源東江水供港60週年展覽。展覽係由水務署同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嘅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聯合舉辦嘅。展覽透過珍貴嘅歷史圖片同埋文字內容，去介紹返香港喺上世紀60年代應對旱災嘅情況，同埋東深供水工程興建嘅歷程。展覽亦都有介紹到粵港兩地政府一直以嚟就住保障東江水嘅水質同埋供水量所作出嘅工作。我哋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展覽咧，去令到市民更加認識東江水對香港繁榮穩定同埋長遠發展嘅重要貢獻。喺1963年嘅時候，香港經歷咗嚴重嘅旱災，當時嘅政府咧，即迫不得已咧，係需要實施咗長達超過1年制水措施。最嚴重嘅時候，甚至係要每4日先至供水4個鐘頭，嚴重影響咗民生同埋經濟。國家當時就本住血濃於水嘅情懷，立即用咗大量嘅人力物力去興建東深供水工程。僅僅最後尾只係用咗1年嘅時間咧，就完成咗個工程。喺1965年嘅時候，正式向香港供應東江水，長遠解決咗香港缺水嘅問題。當中背後係承載住國家嘅關懷同埋我哋內地同胞嘅無私付出。咁呢幅相上面咧，其實就係當時咧東深供水工程工地嘅現場。咁大家可以見得到咧，喺相嘅右上角咧有個工地嘅山頭上面咧就有句口號，嗰句口號就係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呢一句口號其實就正正係道出咗呢項工程嘅2個重大挑戰。第一個挑戰咧就係距離遙遠啦，同埋地形複雜；而第二個挑戰咧就係水流方向嘅問題啦。因為本身東江嘅支流石馬河係由南至北流入東江嘅，但係當時為咗興建呢項工程咧，國家動用咗幾萬個內地嘅同胞，浩浩蕩蕩咁去到工地上面與時間競賽，當中更加經歷咗5次颱風嘅吹襲。但係最後都係歷史性咁樣用1年嘅時間就已經完成咗工程。呢項壯舉充分體現咗國家對香港嘅關顧同埋支持。今次嘅展覽係喺香港歷史博物館1樓大堂舉行，免費入場嘅。展期係會到今年12月15日，歡迎市民入場參觀。